3個減肥錯法，你又中咗幾多個呢？第一就係夜晚唔食飯。其實日頭同夜晚食飯其實一樣嘅，因為你一日嘅總攝取量其實都係一樣。但係講緊其實每1 gram 嘅 carbs 咧就會好3至4 gram 嘅水分，所以如果你夜晚唔食飯嘅話咧，其實可能第二日望落冇咁水腫啫，但係對於你減肥其實係冇分別嘅。第二個就係覺得食菜同埋清淡就係健康，雖然呢一個食法係比較低卡路里，但係如果缺乏你嘅蛋白質同埋油分嘅話咧，其實你食完2-3個鐘都會肚餓，跟住又會再食過嘢，其實都係減唔到肥嘅。第三個就係成日磅重，日磅夜磅，每一朝早起身都磅重，跟住夜晚又磅重。成日磅重嘅話咧，其實你輕咗嗰0點幾 kg，可能只係水分，但係對於你身形或者你嘅體態咧，其實冇太大嘅影響嘅。最終就會好似我哋泡芙人咁樣，會影響我哋嘅代謝率，反而減唔到肥。我係營養學家 Justin， 記得 follow 我 IG 同 YouTube。如果有咩問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，順便將條片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啊！